原来这个是相簿啊！嘉义大林碧霞宫，在嘉义大林碧霞宫啊，开张圣王庙你看那个签诗啊，签诗的布置很特殊的，还有彩色漫画签诗啊，庙里面那个签诗的布啊，设计了彩色的漫画呢。嘉义大林呢，碧霞宫开张圣王庙，这古果相簿累积我们那个学习的成果，善用古果相簿先录成影片，然后有那个程式可以把影片的图抓出来呢，1秒1张的，或者1秒5张的这个投影片呢，这是一个影片，这是个影片档案影片制作过程就是投影片播放60甲子呢，1甲子60年，你看那个签诗有多少，它都要画成彩色的漫画，然后还有加字，你看多么用心啊！累积多久才能够把它做出来你看有图画有文字，如果这个图画如果变立体的，它文字变成可以念出声音了，这样就是有声书了庙里面的签诗有彩色有声书，彩色漫画有声书那不过那个要用到那个文字扫描仪，把那个文字转换成可以复制贴上的文字，那个字要很端正，扫描仪扫出来才会正确，准确率才会高，不然都修改要花很多时间呢。嘉义大林安霞宫嘉义大林安霞宫刚刚念碧霞好像弄错了，碧霞是碧霞元君的名，应该是安霞宫现在资料是跟那个后壁那个太安宫天上圣母庙，你看太安宫7月7号，农历7月7号办成年礼活动呢。古代的这16岁成年了，这16岁。影片的后面都附上一些重要活动的照片、影像，这个已经成为记忆了。那这都是那个努力的过程都是要有努力的过程
你看这个就是铅丝啊，铅丝啊，还有彩色漫画，很有特色啊。彩色漫画，再加上这个字还写得很端正呢。如果用那个文字扫描仪扫描看看的话，图片是不是可以？里面的字也可以转成可以复制贴上的。60加字的话，那就60张了，内容丰富啊。你看，如果有图，如果又可以变成对动了，然后文字又变成可以发出声音了，彩色漫画有声书，或者彩色动画有声书，要花时间呢，还有设备，还有精神有创意。尽量拍清楚这样，做萤幕截图才会清楚。就用那个程式转换取得图片，转影片成图片。也有转成动画的了。这样直着方向的看画面比较小。如果转个方向看，是不是画面就比较大了？真的呢，转个方向画面就比较大了。手机很方便啊。